詳細嘅新聞內容有：黃金草奪得全國銀吉大會單車最慢冠軍，仲打破世界紀錄添。今次得到呢個冠軍真係唔容易㗎，嘥咗5個幾鐘先行咗1米，打破呢個紀錄。我要多謝我全家人，我爸爸、我媽媽、我老婆、我老公，哎呀冇老公添，我個仔、我個女，哎呀冇個女添，係咁多啦。多謝全香港人，多謝全中國人。本台錄得一輯野獸捕捉獵物嘅珍貴片段。我哋去睇下特首曾蔭權記者招待會嘅現場實況。我亦都借呢個機會向大家承諾，我會做好呢份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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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廣告翻嚟會有另一節新聞，一陣見。你而家需要3格，好屙嘅時候需要多3格，多扶持。